亲爱的姐，大家平安。这时，咱要开始进入咱的主日礼拜，请将你的手机关机，以免影响咱礼拜进行。请咱安静咱的心，来敬拜主。我要时时学老耶和华，学老伊的话要常常伫我的嘴。我的心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我捌求耶和华，伊就应我，救我脱离一切通惊的事。耶和华圣的百姓啊，恁着敬畏伊，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一项。咱来吟圣诗，学老上帝，圣诗274首。圣诗274首，今日是主设立做圣，请咱起立吟全首。
伊愿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担坐伫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起来，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道的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愿光归献给上帝，愿光圣叫真神颂给上帝，在地的。将来要永远的人，不求梦见，阿门，阿门。请坐。这时，咱来启用启用文11篇，也是诗篇32篇。启用文11篇记载伫圣诗后壁面1017页，现着咱三角来启用。罪得到赦免，罪过得到撤销。这款人真有福气。上主无算伊的罪，阁心无干杂。这款人真有福气。我若点点毋认罪，就规日嗨嗨餐，连骨头都打去。你的手每日重重刑罚我。我的精力亲像热天的头晒甲打去。我有对你排除我的罪，无隐瞒我的罪恶。我一定要对上主承认我的过失。你有赦免我犯法的罪。安尼，虔诚的人通找到你的时，拢着对你祈祷。大水泛滥嘛，一定淹着伊。你是我闪避的所在，为庇佑我脱离艰苦。你会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教示你，指示你应该行的路。我要注目看你，眷顾你。毋通亲像马。路无知识，就用马甲姜马力索约束，才会顺我你。歹人会受真侪痛苦。毋过我靠上主的人有慈爱，四面为伊。义人啊，恁毋着因为上主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着大声欢呼。这时，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充满慈悲怜悯的主上帝，愿感谢你创造竞选阮，真做你的囝儿。感谢你，互阮伫基督内面真做一家人。伫你疼甲稳定中彼此激励，彼此相疼，彼此祝福。愿主的真理甲圣神因带坚固阮的信心，伫担任所有角色顶面，拢会当谦卑找求你的引带。主啊！这是阮来到你的面前，毋管阮是毋是故意，也是无心所犯的过失，来向你认罪，求你赦免。主啊，阮是何等的软弱，面对世上的邪恶甲苦难，阮总感觉无能为力，甚至有时真做一个等石头的人。恳求你扶持阮，提醒阮，互阮靠着你国外的大气力，会当勇敢抵抗黑暗势力的引诱。袂阁跋倒，嘛袂阁凡事只想着家己，袂成做恶者的工具。求上帝怜悯教示阮，互阮会当以搁较柔软谦卑的心来超找你，伫听候中学习尊重甲顺探你的旨意。
真爱主，阮知影改变需要长时间的累积，祈求你今仔带领阮对细项的代志开始学习改变。凡事先讲感谢的话，煞来伫面对代志的时，想看觅若是耶稣，伊会安怎做？希望阮今仔日袂互环境来影响，会当学习你为着洗净阮的罪，死过活，对你遐得到的愿望、稳定、平安甲喜乐。今仔日是阮教会要召开定期好会，每一届通过看好的手册内所记载，拢是你丰盛的稳定甲祝福。感谢主，赏赐阮真侪信仰前辈，真侪阮的见证甲模范。也愿阮南洋教会永远行伫你的旨意内面，成做一个互人得着祝福的教会。也愿一切荣光拢归伫天父上帝你。耶和华，我的救赎主啊！愿阮的嘴所讲、心内所想的，伫你的面前会当得到接纳。伫即时，恳求你甲阮的律牧师三角基地，互阮今仔日伫律牧师的讲道中，会当丰富得到，伫真理的内面会当搁较认捌你。阮将煞来时间交托伫你的手中，恳求圣神保守甲看顾。安尼感谢祈祷，拢是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即时，咱来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是伫新约以弗所书第3章14节甲21节。以弗所书第3章14节甲21节，请咱掀开咱的周报的第3页。咱先来读现代台语汉字本的部分。因为安尼，我跪落，赐名号，互天顶地上所有创造的天父祈求。照伊丰富的荣耀，通过伊的圣神所赐的开力，互恁内在的人勇壮起来。我嘛祈求基督会因为恁的心来踮伫恁的心内，互恁定君下地基伫听，为着甲上帝所有的子民明白基督的听是哪年啊长、阔、悬、深，搁加含迄个超过人的知识所会当了解的听。互上帝完善，甲恁完全充满。上帝为着用伊，伫咱中间底运用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愿荣耀伫教会中，通过基督耶稣归互上帝，到世世代代无穷无尽。阿门。所以，咱来看和合本的部分，以弗所书3章14节到21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又要他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使你们既在爱中生根立基，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超过人的知识所能测度的，为要使你们充满上帝一切的丰盛。上帝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以上。愿上帝赐福听咱伊的话，搁照安尼行的人。即时主日后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要吟的诗歌是耶稣听圣殿。
愿意找水的歌声，真做芳芳的坐到上帝的面前，得主感动甲欢喜。今日要来正道的是林耀生牧师，伊要来分享的题目是改变对观念开始。兄弟平安。牧师今仔日要透过本地准备的物件后来做一寡修正吼。今仔日因为咱后礼拜要去到即个台北参加即个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所以有一寡马街的一寡信息咱需要去了解，也帮助咱会通看见马街伊怎样伫咧咱台湾所做迄款安尼的改变咱要安怎伫咧国过来，咱伫咧咱的教会要安怎来实践出来？这是咱需要好好来去深想的，所以这是咱同心来祈祷。稳定的主，我满心感谢你，照着主你丰盛稳定，甲你的慈悲怜悯，主你带领你的教会，愿伫即个所在伫遮徛起，安尼将近61年。主愿伫遮得着主你丰盛稳定，但愿安尼要行出去来迈向第二个60年的时阵，阮需要有较侪对主你来圣神的引带甲带领，也帮助阮，互阮会晓得更较谦卑踮伫主你的内面，欢喜互主你引带，照着主你的话语的教示，以及主你怎样做阮的模范，互阮会通照安尼来说义行，互阮所行所做，拢会通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愿安尼恳求祈祷，靠着所求的圣名，阿免。伫新加坡有安尼一间即个学校吼，小学吼，即个有一天一个老师安尼伫咧即个涂骹捡到一个学生等伫咧即个涂骹安尼伫遐所画伊画的一张迄个画图纸吼，伊发现讲即个画图纸面顶安尼所画，但是搁较互即个老师伊所注意的是，伊看毋捌的物件，就是伫咧即个画图纸后壁竟然写着1+1等于1，2+1也等于1，3+4也等于1，5+7也等于1，6+18也等于。即个老师看着，这根本就无下伫咧咱的逻辑的即个数学逻辑的即个计算公式，就引起即个老师的即个好奇。老师就将即张纸来交互即个校长。校长看见即个囡仔伊所画甲着伊所写的遮个物件了，安尼伊就真重视，就后来甲即个安尼老师伫遐来参详了，伊就邀请着即个学生来到伫即个校长的面前。伊就伫遐甲即个囡仔讲你实在是画图画甲真好势，画甲真水，哪会甲安尼清清彩彩就甲安尼等遐教。佫安尼毋着爱甲遮个画图吼，拢安尼甲安尼每一摆画图了，安尼捡起来吼，老师替你将遮个你的画作品吼，安尼会通甲收起来。哇！即个学生安尼听了真欢喜，但是后壁无事，校长就搁甲问毋过你伫咧你今仔日画即张图的后壁面，你写遮的即个计算公式吼。真正甲我难倒我了这个对这个题目对阮来讲伤过困难。我毋知即个你所写的这到底是啥物款的意义毋知请你会通甲阮安尼解答无？即个囡仔就安尼真爽快就来甲伊公布答案。伊就伫迄中间，伊讲起讲1+1+2等于1公里，2个月加1个月等于1季，3天加4天等于1周。5个月加7个月等于1年，6个小时加18个小时等于1天。哇！即个老师甲着即个校长安尼看见伊安尼的迄款的会回答，哇！安尼真正讲为着即个囡仔来安尼讲甲伊拍抱鼓励。即个老师甲着校长无真轻易来去否定即个囡仔伊所写，来马上甲伊安尼甲伊纠正，无安尼抹煞
即个囡仔伊迄种不为人知的迄款的，伊所知影的迄个正确。伫咧囡仔伊的迄个成长的即个世界内面，伊伫迄个中间有安尼稳重着侪咱做成人无法度去了解，无法度去了解的遮个代志。所以有当时咱伫咧看待囡仔因的迄个所写的物件，也是所印达的物件的时阵，咱需要的是爱搁较济问讲，你是安怎会安尼回答？即内中有啥物款的意义？安尼才有法度去发觉，也是去启发即个囡仔伊一个无共款的想象，甲一个无共款的未来。伫咧安尼侪安尼款迄个，伫咧即个智慧甲着即个安尼讲知识的即个海洋内面，咱若甲即个囡仔比起来，尤其咱即摆咱若看见，有看见侪即个青年人，因有侪迄种安尼，咱讲不可限量的想法，那是咱过去咱所毋捌想过，所以咱毋通去伫咧迄中间埋没了未来的一寡即个讲天才，也是咱的即个青年因的即个创意的思考。所以共款伫咧咱教会内面嘛是共款，但伫咧做教会的每一件代志顶面，咱毋是大声来去否定，也是否决一个想法，也是一个做法，乃是伫咧迄个中间看慢慢去军队去看讲伫咧即个中间伊有啥物款的想法，是伊有啥物款的特别的即个创意，安尼的时阵才袂抵到一个真好、安尼真有创意的一寡想法。结果煞伫咧迄个安尼无经过真细腻的过程内面，咱煞来甲抹杀了一寡青年人因的想法。咧今仔日透过即个故事，也要搁一摆，互咱搁一摆重新来想。今仔日咱今年是马街来台宣告150周年，安尼的一个年份。马街伫150周年，伫150年前，伊来到台湾的时阵，伊所做，甲着伊伫迄个所在伫遐努力的，有一款代志，是咱需要去学习的。因为咱会用想象讲，过去伊伫咧迄个时阵，伫咧安尼爱钱无钱、爱人无人的情形之下，伊安尼敢若伫咧咱宜兰即个县市内面。伊就总共开拓了34间的教会，但是咱若搁讲倒转来，今仔日咱的教会，咱伫遮徛起61年久，咱敢有开拓一间教会？是安怎咱无法度开拓一间教会？咱会用透过着即个马街伊的一寡的 DNA， 咱会通好来去想。伫咧即个台湾新人医即个拄仔退休的即个林鸿信老师，伊最近都有写一本册，这本册叫做《与马街同游淡水的绿坡荡漾》伊伫即个册内面，会提起着总共有5个即个马街的 DNA。第一个 DNA， 伊讲起着讲马街，伊是伊做啥物款的代志，伊拢是直球对决，各怪伊拄着任何的代志，伊拢无去安尼为着即个安尼主动，伊就伫遐来安尼放弃。伊伫咧中间，伊有侪伊对上帝所领受迄款的安尼的梦想，伊就伫迄个所在伫遐安尼来建筑迄个梦想。伊也伫迄个所在，伊无放弃着上帝放伫伊心内迄款安尼迄个感动。伊伫咧迄个款的感动的时阵，伊是先做。伊是先做较安尼才佫讲，毋是伫迄个中间做计划规半步了，结果啥物物件拢无做。顶回有一个青年北京教会青年伊伫遐来甲我分享，伊讲牧师，我一直有一个感动，想要去读新人医。我讲真好啊，毋过我一直将即件代志藏伫咧祈祷中。同款，我嘛甲伊讲一件代志，讲如果你若真正上帝感动你去读新人医，你毋是干那伫咧祈祷定，你应该开始准备啊。
不管上帝有真正要爱你去读神学院无，你爱先准备好你家己。搁过来，你毋是干那祈祷尔，你是爱开始去，无嘛去申请看卖啊咧，对无？你要去申请，你才知影讲真正上帝有要互你去读神学院无？伊伫迄中间，上帝伊若无允准，自然即条路会甲你动起来。先做才讲，所以伊当安尼，互我安尼迄款安尼会甲讲了，伊就后来伊就对即个教会甲伊申请讲，我要准备要去读神学院，就接受教会安尼有1年安尼对伊的迄个审核。这就是咱咧讲的，有当时咱干那落伫咧迄个用干那伫咧想，结果完全拢无行动。咱需要是有搁较侪的行动。所以咱伫透过着马介伊的即个 DNA 内面，伊第一个伊伫咧所做的真侪代志顶面，伊伫咧尤其伫咧生活中间，伊拢是足直截了当的。伊伫咧中间，伊具有安尼即款安尼的特质，伫遐勇敢来面对着所有一切困难，伊伫遐来解决问题，伊无伫遐来回避所有一切对伊的挑战。所以伊伫咧中间伊伫咧中间即个直球对决，伫咱即马来看，咱有当时咱会感觉讲，这是一个真无容易的代志，因为这毋是咱的咱即个咱讲华人文化的迄款的特质，伊伫咧。伊自细汉到大汉，咱会用想象讲，咱伫咧自细汉到大汉，咱安怎互人教导的？咱互人教导的是讲，咱得爱自知分寸，不逾矩，不说真话才是常态。我毋知咱毋知有注意到安尼无？所以咱真重要的是爱伫咧咱所做的代志顶面，安尼讲礼貌周到，说出合乎身份的话。甚至会通讲曲折或者曲解的也是讲委婉到安尼不知所云。你伫遐明明看一件代志是毋对的，结果咱为着要安尼伫遐委婉伫遐再做礼貌，结果讲几半步，结果拢无讲到重点，毋知咧讲啥物货，讲几半步到尾也是啥物货，叫做有理处代真安尼迄个有理礼数赢过真实。咱若是用着一种另外一个，咱讲伫咧像讲伫咧教会内面，定定伊讲着讲叫做爱用着迄个策略去思考，的迄个角度，咱来用迄个角度来去看的时阵，当教会伫遐来强调迄个策略思考，有可能因为干那伫遐咧讲着策略，结果迷失了迄个大方向，就哪去安尼讲？危及了迄个上帝国的迄个价值观。当咱伫咧讲道中间来引进了侪的这真气人的即个话题的时阵，有可能咱会失去迄个上重要、迄个福音所需要，咱去安尼关注用迄个焦点，咱就叫失去。当咱咱的同工之间，咱若一再干伫遐来强调伫咧迄个体制。迄个特殊的时阵，有可能咱干那存规矩，却就丧失了迄个真实的关怀。但是迄个人际关系，咱伫迄个中间伫遐一味伫遐来追求和谐，有可能就无法度去看见到迄个真正的真相，嘛听袂到迄个真正的话语。这就是马介伊伫咧迄个。伊伫咧伊的生活的日记内面，伫咧迄本册面顶，伊写记，伊怎样去面对着一寡曲解的时阵，伊是用直球对决的方式，伫遮来面对，伫遮来甲因纠正。安尼的时阵，就袂互迄个真理去互扭曲去。第二个就是逆势反转。伫逆势反转，马介伊从来袂去惊面对迄个敌对伊的人。伫遐对伊的对敌，伊就算讲伊已经安尼讲，咱讲所谓的叫做屈居劣势，犹原安尼满的迄个雄心壮志，伫迄个中间要为着要爱逆势翻转。所以当伊伫咧伊的迄个自传的内面，伊安尼写着，伊讲伊伫咧有一年的即个秋天，伊有一遍伊去到家人，伊伫遐路中。
路过迄个北部上大的都市艋舺，迄个所在人对因安尼看因亲像冤仇人共款，有侪人伫咧因的后壁伫遐安尼甲因骂骂，搁甲因结石头。但是咧，伊伫咧中间，伊伫遐安尼一路伫遐安尼骂一名攻击，伫遐意图甚至要甲意图抢劫哦，因要互因有侪遮个安尼讲自然。到伫即个暗时的时阵，当马街甲着伊的某，迄个叫做阿华吼，伫咧中间，伊伫遐安尼，伫咧迄个风雨中，安尼慢慢安尼讲摸黑前进，落尾因安尼真平安，安尼抵达即个家人。伫咧真传统的即个固有的咱的即个文化熏陶，人咱总是会咱讲，咱华人的迄个叫做啥？叫做逆来顺受。伫咧即个安尼强势的即个反对者的面前，咱时常咱拢是忍气吞声。马街伊确实用到另外一个典范，互咱来看。伊追求真理，伊伫咧中间，伊无惊这个权势伫遐来威逼，伊伫遐来坚持，伫遐来安尼逆势反转，伊伫遐伊的决心无改变。所以伊用着即款咱的决心，建立一个真坚决的迄款的对主的迄款的信心。伊对上帝主权，伊有真亲密的迄款的看见。就算讲伊已经即个时阵，伊面对的是一个安尼逆境的一个情形，伊犹原深信上帝伫迄个中间来掌权作王。第三，伊伫迄个中间，马街伊是一个为主做梦的人。所以伊伫咧中间，伊是一个做梦的人，伊伫遐追求即个梦想，就是伊也是一个，毋若是干追求梦想，伊也是伫遐咧建筑伊迄个梦想的人。伊伫遐来安尼打造伊的梦想。所以伊伫咧伊的迄个日记内面，伊安怎讲？伊讲我来到台湾的目的是啥物呢？就是要将上帝即个恩典的福音带来到遮所有一切迷信的人。因的思想，因的心的内面，互因会通伫遐来归信基督，帮助因伫咧即个信仰的顶面，会通搁一届来得到迄个建造。安尼对一开始，伊就已经真清楚，伊绝对无永远有任何的代志，互即个目的伫遐来模糊诚做次要。所以咱就通看见讲伊。怎样安尼伫迄个中间安尼坚持伫伊对上帝所领受迄款安尼意向，即个做梦的人，伊就安尼踏上安尼讲，拢踏上迄个梦想的迄个境地。所以伊去到伫淡水的第一天，伊安怎讲？伊讲伊互即个所在深深受到感动，伊就连边伫迄个中间下决心讲，我一直要。即个所在就是我一直咧等待我要宣告的所在。就安尼，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将迄个追求伊的意向了，伊就伫遐来建筑伊的即个意向。伫迄个所在，伊就开始有伊的行动。伊伫遐追求伊的即个实现的过程内，伊伫迄个中间有满的喜乐。所以伊伫遐讲安那，伊讲当我想到我互上帝引带到即个所在。伫咧我进前，阁无人伫咧即个所在捌服侍过，我的灵魂就伫遐大欢喜，所以我会通伫咧即个所在，安尼伫即个所在建立基础。伊学习亲像保罗共款，伊无建立伫别人的迄个福音的基础的顶面，伊伫咧所在，伊开始一步一脚印开始伫遐来做。嘛，因为伊安尼，伊干孤身一个人来到伫台湾，所以马街伊一开始伊就看见迄个神学教育的迄款的事重要，所以伊就伫咧中间，伊开始伫遐推动即个神学教育。所以伊知影讲，伊只有透过神学教育，才会通得到更较侪同工，通好来提供未来伊所要建造的教会，才会侪才会牧养的需要。以及才会宣告人才的需要，所以伊伫遐专心专意伫遐来培养着伊的遐学生，装备这学生，甚至伊伫咧宣告的即个过程内面，伊逐工伫遐安尼，毋是干那伫遐安尼，咱知影马街伊来到台湾，伊为伊做医疗的工作是啥？
挽喙去。所以咱就通知影讲，伊是一边医疗，一边伫遐传教，搁安怎？伊搁一边伫遐教导神学教育。所以伊的学生是跟对伊啊，伊去到倒位就行到倒位。这咱这就甲亲像咱咧伫咧哲学内面有一个逍遥学派一样，哦，对着学生对着老师安尼沿路行，沿路伫遐一边学习，啊，着一边伫迄个所在伫遐安尼得着安尼迄个神学教育。所以罗马手伊当后来伊伫迄个所在，伊去到直淡水了4年了，伊才伫遐来建立迄个牛津学堂。也就是咱后来即马的台湾神学院，每一年当伊到伫每一年的年底的时阵，伊就开始伫遐来感受这一年内面安尼已经过去，伊毋是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安尼伫遐缅怀这一年的上帝恩典，伊乃是向前看，讲安尼我还阁有啥物代志是我还袂做的。我需要赶紧搁继续去做，所以伊伫遐来安尼向迄个咱讲前瞻未来，伊毋是干伫遐咧安尼伫遐咧安尼讲咱我满足我即摆已经所得到的，无伊毋是安尼，伊是伫遐继续伫遐做梦，继续伫遐来建造伊的梦。第四，伊伫迄中间伊。所有伊所做的代志，伊所领受的，伊拢无真轻易伫迄个中间来放弃。所以马甲伊伫遐宣扬福音的时，伊若去拄着迄个困境的时阵，伊拄着挑战的时阵，伊总是坚持到底。伊无伫迄个中间伫遐来放弃。伊伫咧伊的日记内面日记内面安怎写？伊讲，伊伫咧山谷内行一条真长的路，伊拄着真侪人。当因伫遐对因伫遐来传讲基督的福音的时阵，啥物人会通断定？我犹原继续伫遐强调礼拜堂中间爱努力伫遐不断伫遐来宣讲，无论用着什么款的代志、什么款的方法，就是要爱唯一就是要对这个黑暗的这个世界内面去赢着侪这的灵魂。所以马甲伊伫遐互人的印象是啥？伊是一直勇往直前的。伊伫咧伊日记的内面，安尼伊嘛捌安尼记着安尼的一句话，伊讲安怎？伊讲大风咆哮，大雨滂沱，而我们则是精神奕奕的向前行进。所以迄个 never give up， 绝不放弃，是一个安尼迄款安尼迄个生命迄款的迄种咱讲格调，有。一个安尼对一个深深信靠上帝来发出一个安尼无有惊吓迄款的精神，安尼坚决伫遐来行着迄个真理的道路。但今仔日咱的教会，今仔日的基督徒，敢有法度伫咧真重要的即个决策，也是迄个选择的关键的时阵，咱伫迄个中间，咱来选择never give up， 绝对无放弃。伫咧安尼。伫咧咱所有一切即个计划，伫咧进行甲进入迄个行动的时阵，咱绝对拢无放弃。伫咧面对着安尼侪咱讲人言可畏，人言滔滔，千夫所指，咱犹原无放弃。这就是马甲伊的精神，绝对无放弃。第五，伊伫遐先做则讲，马甲伊是一个真有行动力的一个人。总是伊用着真实际的行动来做优先，伊追求明白上帝带领伊的方式，就是伊伫咧中间，伊要安怎来去行动，伊做有一个真基本，伊所应该伊的安怎去做，伊就是伊伫咧中间，伊安怎去明白上帝对伊的带领，伊伫咧心中伊开始有一寡构想。伊伫咧中间开始了，伊就开始进入伫咧祈祷，伊伫遐仰主祈求，伫遐祈求了，伊一直祈求到直到安尼得到应允的时阵，伊就付出行动。迄个祈祷是啥？就是爱需要透过印证，伊伫咧领受异象了，伊搁怪伊爱开始去领受迄个印证，讲上帝啊，
你毋着爱互我有一个印证，互我知影讲，我国怪我所行的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对？自然上帝透过边仔的人，透过上帝话，透过侪方法来帮助咱去了解、去明白所有上帝伊藏伫咧咱心内迄款安尼的迄个咱讲意象。即款的方式，马甲伊即款的方式并毋是迄种被动伫遐等待，亲像我头拄伫遐来讲到迄位兄弟伊对我所问的问题，咱是伫咧行动的内面伫遐来追求明白上帝旨意。所以咱若伫咧咱的生活内面，若真正咱讲，亲像咱长老教会，咱长老教会是一个透过着会议去分别上帝心意的时阵，所以伫咧中间。咱亲像讲，牧师来领受异象，去到伫小会，伫迄个中间，甲着小会员伫遐来分享，讲牧师有啥物款的领受。如果今仔日小会员甲牧师所领受的若无共款的时阵，安尼就是啥？上帝无透过牧师所讲安尼异象，是透过安尼来伫遐来分别啥物的是上帝善良、顺转、通欢喜的旨意。所以咱就会通知影讲，今仔日咱的长老教会，咱毋是迄个叫做讲一人专制。咱毋是讲牧师说了算，嘛毋是长老说了算，咱是透过会议伫咧中间，不管伫遐来分别啥物的是上帝迄个好的旨意。所以咱是安尼，咱的教派，咱的教会是安尼迄款的行动。无若认真讲侪教会牧师，若去到伫外教派，伊做牧师更较简单，牧师说了算。但是牧师要负全责。但是咱今仔日，咱透过着会议的时阵，咱共同伫迄中间来分别上帝心意的时阵，咱就袂行歪错去，敢毋是？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伫咧安尼，咱有一个遮尔啊好的即个制度伫遐帮助咱的时阵，咱会伫咧中间好好啊来行出来去明白啥物是上帝善良、纯正、迄落通欢喜的旨意。所以咱就通知影一个真要紧的，咱嘛毋是伫咧迄个中间，干那伫遐不断伫遐分别，咱乃是透过行动，亲像马甲共款，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行动，若确实毋是合上帝的旨意。上帝自然会用伊家己的方法，互迄个代志无法度继续往前行，敢毋是？若确实是上帝所欢喜的，就伫咧中间会安尼一步一步一直向前进前。所以马甲伊伫咧中间，伊是安尼伫迄个中间安尼看清所有一切遮的咱讲虚假，也是讲一寡遮的空话，伊无欢喜一寡遮的宗教的遮的口号挂伫咧伊的喙边。伊身为一个信仰者，伊大声就是爱安尼用做的，并毋是干那用动喙来，乃是伊伫咧中间安尼透过着行动来伫迄个所在来去分别，去知影上帝伊伫咧中间是毋是有爱伊安尼行。所以伊也时常伫咧中间伫遐来批评迄个一寡遐咱讲迄个假好的人一寡口气。伊伫遐咱讲一寡遐，尤其是一寡遐陈腔滥调，也是遐虚假的一寡金钱。伊认为讲，与其伫遐说大话，不如起身行动。就算讲咱无开喙，上帝犹原继续伫遐做工，敢毋是？安尼，就算。咱种与其咱伫咧中间用着咱的喙伫遐来宣扬讲咱信靠上帝，不如咱用真实的生活伫迄个中间来见证咱真正真实来信靠上帝。主要就是今仔日有当时有人伫遐甲我质疑讲，牧师啊，咱才拄啊选出新的执事，今年即摆咱有总共有7位新的执事。咱有7个执事，若照咱过去咱教会咱过去传统是讲，叫做新的新任的执事，爱有2年的时间，因伫遐学习。我要问讲，迄2年敢真正有学习着？
如果若伫咧这2年，咱用着因其他个，咱会用想象讲，咱敢毋是透过选举来去分别上帝的心意，选出这个真优秀的执事，这个年轻的执事，敢毋是上帝所拣选的？咱是啊，就爱甲放2年。咱伫咧中间放2年，要创啥物货？上帝要使用因，是啊，就爱放2年。咱伫咧迄中间，透过咱不断伫遐来操练因伫遐来伫咧服侍的过程内面所做，如果若做了无好势，伫遐来修正，因伫迄中间来得到成长，敢毋是？所以咱透过咱安尼来去分别，去建造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会通有迄种行动力。咱无搁再是干那伫遐来用着讲，咱需要是真正用行出来，遐去分别上帝伊迄个善良的迄个心意。所以咱伫咧中间，马该伊的行动，并毋是倚靠伫遐倚靠做遮的人，伊是照着伊倚靠上帝，伊伫遐一面伫遐来真积极伫遐来思考，伊伫遐来计划，伫遐来祈祷，并且伊搁伫遐来奋力伫遐工作。另外一方面，伊伫遐来真深刻伫遐来体会着，伊若毋是迄位伟大满有慈悲仁爱的上帝，伊连所做的一项代志就拢袂堪哩。安尼迄款的行动是用着伊迄款的信心，会成做伊的迄个根基来伫咧伊的迄个行动的内面。当咱伫咧面对着逐样的迄个失去行动力的迄个活力的教会的时阵，当咱伫咧面对着侪那种人言纷纷扰扰的时阵，咱所需要是啥物？咱所需要是先做再说。咱需要有这个先做再说的 DNA。咱嘛爱知影，咱规个北部大会，咱拢是伫咧马街所建立起来的这个范围。这个北部大会总共有4个中会，对伫西部开始，对新竹中会、台北中会、七城中会，一直到东部中会，规个马街伊占了1半以上台湾的面积。伊伫迄个中间，伊怎样伫遐来怎样做？伊伫遐付出伊的行动力。咱伫迄个中间，咱需要是用着咱的迄个，倚靠着咱的上帝。当咱的行动正做上帝出口的时阵，咱就咱有法度伫迄个中间，无搁再是叫做干那安尼做而言，咱需要是起而行。所以当咱安尼煞接这个时阵，牧师要透过着咱今仔日所讲的这5个 DNA， 咱要请同工来放这条诗歌。这条就是马街 DNA 的诗歌。直球对决 straight ball，straight ball 旋转成 straight ball， 逆势翻转 turn over turn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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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 逐梦爱 dream up dream 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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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 up a dream， 绝不放弃，先做再说 ，never give up just do it do it。面对挑战不退缩，只求对决不闪躲，艰辛困难缠上身，逆势反转继续追梦，讨厌动口不动手，先做再说才是我，屡败屡战越坚强，放弃是什么我不懂。Straight ball， 掌控用最佳风 ，impossible， 路困难路更勇 ，never give up， 怕等就不变的勇。Straight ball， 掌控用最佳风 ，impossible， 路困难路更勇 ，never give up， 怕等就不变的勇。面对挑战不退缩，只求对决不闪躲，艰辛困难缠上身，逆势反转继续追梦，讨厌动口不动手，先做再说才是我，屡败屡战越坚强，
道，你的不知道。我知道我的不知道是知道，你不知道你的不知道是不知道。我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才能够知道。你不知道自己的不知道，就无法知道。水波加可能最加我 impossible， 愈困难愈坚强 ，never give up， 怕的出口得都有。水波加可能最加我 impossible， 愈困难愈坚强 ，never give up， 怕的出口得都有。Never give up， 怕的出口得都有。这条诗歌是台神林鸿信老师伊的歌词吼，那歌词是伊甲一个同工同齐写的歌词。面对一个年纪真大的长者，吼，伊有缘写唱这种 rap， 所以咱需要有一个改变。咱今仔日咱伫咧宣教的时阵，咱需要的是啥？咱宣教，如果若确实宣教规半步，咱干那伫咧咱家己教会内面自嗨，教会早晚死无。咱所要面对的是要安怎样来将这个福音传予咱的少年人。少年人，你听这种歌，伊才听会落。毋是讲咱原底即马唱的无好，咱乃是应该有搁较扩大的迄个眼界，互咱会用接受搁较侪无共款的物件。伫迄中间，就较亲像咱伫遐咧，当咱伫咧认捌咱的主上帝的时阵，牧师无法度讲我所有当中认捌上帝，因为当咱伫遐形容上帝的时阵，咱迄拢是对上帝一种的不敬，因为咱所在有限，咱本身就是有限，咱要怎样去伫遐讲起？咱伫遐形容讲，上帝就是干那安尼尔。共款，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甲教会无共款的现象，甲咱无共款的时阵，咱无有批评，咱无有伫迄个中间伫遐来安尼伫遐来压制别人。咱伫迄个中间，咱需要是搁较侪看见别人甲咱无共，伫迄个中间去欣赏别人甲咱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咱来知影，当咱伫咧纪念马偕宣教150周年的时阵，咱需要知的是啥？马偕伊毋是干那伫咧历史的内底那点，伊是有意象的，所以伊无干那停留伫咧过去。所以这是咱一个真需要知影的。马偕伊若抑个在生的时阵，伊是一直不断伫遐咧前进的。搁过来，马偕伊的意象就是伊是不断伫遐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所以咱。同款，敢毋是？咱今仔日伫咧教会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啥？就是宣扬主的福音，敢毋是？咱无伫迄中间，干那伫遐来注重着咱即群就好啊。咱需要是，这嘛是照着主伊伫咧，当伊伫咧要上天的时阵，伊怎样对着遐个温度安怎讲？恁着应该去普天的传福音。所以咱需要的是。不断伫咧中间，伫遐来宣扬耶稣基督福音，毋是干那咱伫咧遮，咱你好我好大家好就好。第三，咱伫咧中间，耶稣基督福音是伫咧人罪悔改伫咧中间来得到上帝恩典。咱毋是伫遐来美化咱的人性，伫遐来转移咱的焦点。咱需要是不断伫咧中间来伫遐来认罪，伫遐来悔改。咱认罪悔改，毋是认别人的罪，是认咱家己的罪。伫迄个中间来看见，咱是迄个不足的，咱是需要主，咱需要有主的救赎。第四，咱伫迄个中间来领受基督的恩典的时阵，咱是爱跟对基督，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反对所有一切迄种神光神学。伫迄个中间，干那伫遐高举家己，伫遐荣耀家己。这才是咱的信仰。第三、第五，伫迄中间，咱这信仰的之旅，咱有法度伫遐来讲起咱家己咱的性命的故事。咱反对迄种所有一切用着意识形态伫遐，用迄种刻板的教条伫遐来限制别人。咱需要是不断伫迄中间来欣赏大家人伊的性命伫迄中间，伊上帝怎样伫伊性命内面所做的迄款的改变。
伊的性命，迄款的改变，才是真正有法度，互侪侪人看见伊的性命的改变，伊的人才欢喜来军队，敢毋是？对啦，咱是照着咱是真具体的行动，伫遐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咱毋是伫遐来光说不练，安尼若定。第七，咱伫遐来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的时阵，迄个教会，迄个性命，咱毋是伫遐来自我满足，伫遐来内虚内耗。咱需要是啥？咱伫遐，当教会伫遐来，应该是搁较侪军队耶稣基督。我看见今仔日侪教会伫咧中间，我伫咧还袂去读新人院的时阵，我就真反对伫遐来军队抄袭啥？真侪教会啊，某一间教会啊，非常，咱讲真兴旺哦。迄个教会人数真增长哦，咱就足侪教会去伫遐，完全一模一样，copy。人做啥，咱嘛做啥。咱拢无去想讲，今仔日教会，上帝伫咧咱的教会，伊互咱是啥物款的意向？咱伫咧即个所在，咱伫咧咱的社区，咱有领受上帝对咱啥物款的意向？咱应该伫咧即个社区要做啥物款的影响力？所以咱应该做一个无共款的。所以每一间教会应该有伊无共款的特色，毋是每一间大家人拢 copy， 结果拢总共款。你用想象无？今仔日咱的教会会友。甲别间教会会友敢有共款？咱的出身、咱的文化背景，所有一切咱拢无共款。是安怎人做的？咱要照一模一样来做。咱应该是要去甲因学习了，爱真做内化了，真做咱的，咱才来讲安尼啥物款的才是适合咱教会，敢毋是？这敢毋是？就是我伫咧迄个。我来到伫咱教会第一遍的讲道，甲着后壁的分享，我一直伫遐讲的，咱爱有咱家己教会的意向，咱毋是伫遐来摕着别人的意向来当做咱家己的意向，咱需要是搁较侪咱家己的意向，对上帝来领受，咱对小会、对中职会以及咱所有正兄弟，咱共同伫遐来敲出啥物的是上帝迄个善良、宣传、通欢喜的旨意。所以咱无伫迄个中间来伫遐追随潮流，所以耶稣基督迄个是用着性命中心，毋是迄个用着迄个文化来较超过伫耶稣基督。来过来，咱是透过迄个耶稣基督的拯救甲愿望，是在伫咧迄个咱有一个迄个搁较大的迄个愿望，就是迄个更美的家乡。所以咱无伫咧中间伫遐来高举即个世俗的价值，这敢是牧师伫遐对去年5月一直到即马，一直不断伫遐来讲的。咱需要是伫遐谦卑弃权，互上帝伫咱的教会内面掌权，伫咱的性命内面掌权，咱就要得到上帝一个更较大的祝福，是超过你所想你。迄个人眼所能够看见，耳朵所能够听见的，敢毋是？所以头拄咱伫咧迄条诗歌内面后壁有一个 rap， 伊讲我知影，我也毋知；你毋知影，你也毋知。我知影，我也毋知是知影；你毋知影，你也毋知是毋知影。这是一个哲学思考。我知影，我知影，我家己的毋知，我才有法度知。但是如果你若毋知影，你家己的毋知，你就无法度知影。所以今仔日咱好好来去亲像，今仔日咱伫咧面对咱今仔日教会经讲，甲着咱未来教会要迈向过来的60年，安尼咱到底咱要活出一个啥物款的性命，来互基督的名来得到好，得到高举，得到荣光。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好好来去亲像，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咱即马的即个处境的时阵，咱会通好好来去亲像，咱也欢喜伫遐谦卑，互主耶稣来成做咱性命的模范，上帝的话语成做咱的准则，圣神成做咱的引带，帮助咱行伫咧一个合上帝欢喜的即个旨意。咱无搁再行咱家己的道路，是互主来引带咱。互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掌权，互主伫咧咱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拢得到一切的荣光。所以
咱伫咧今年，我真感谢主，上帝伊互咱一个真特别的机会。虽然讲我个人我无非常赞成讲用伫迄用到即个艺人，但是咱爱知影的就是，咱今仔日咱是面对的是福音的朋友，因是活伫咧即个世俗的，所以今仔日即个台北即个艺人团体吼，因即摆叫做一起发光吼教会，因已经几啊年伫咧咱台湾，不管是伫咧新北、桃园甚至去年伫咧花莲，因拢伫咧过活节的时阵有举办即个爱在四月天。即个爱在四月天，因伫迄个所在就因即个教会的遮的信徒，因伫迄个中间伫遐分享着因上帝怎样伫咧因的生命内面所做迄款的改变。来到伫迄个即个爱在四月天的即个会场内面，伫遐来分享上帝对因的恩典。但因今年欢喜来到伫咱宜兰，我真正是求主帮助咱，因为面对着即种艺人，因有一寡高知名度，咱透过高知名度来去邀请着咱一直期待要愿意传福音的兄弟姊妹。透过咱心内一直想讲，我一直要对我即个朋友来甲伊传福音，但是我毋知要安怎甲伊传。咱都要借着人安尼，人已经咱讲人家做球给我们了，我们要不要接？咱会用好好来去思考。如果今仔日咱在座遮的会友，不管咱是80、100，咱每一个人，你伫咧心内开始想。开始祈祷，求上帝伫咧你的心内开始，互你一个人，互你伫遐开始来想讲，我要邀请什么人来去参加？是安那要参加？来去听因的生命的见证。伫迄个中间，咱期待，咱透过伊去听即个见证了，伊伫遐，伊若圣神亲自若做工伫伊心内，来伊伫遐欢喜来受好调。咱搁过来，咱成做伊的陪伴，来，互伊会通安尼开始接受福音，进入主的教会，安尼敢毋是就是一种的宣告？也就是你当咱伫咧毋知要安怎共传福音的时阵，人已经做好伫迄个中间来，咱是安怎无爱伫遐乘上迄个圣灵的迄个浪潮。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安尼透过着即个安尼的机会，敢毋是干那伫咧4月16号。4月17号是啥？复活节。咱即届因遮总共来到伫咱宜兰的遮的艺人，总共有80位，约80位上下。实际上偌济我毋知影，但是知影的是约略差不多就是80个。即80个差不多就是两个一组，两个一组去到伫国教会。所以4月17的时阵，咱要邀请咱犹原共款会有一组的艺人来到伫咱教会。所以咱若假使你有你伫遐一直放伫你心内想要传福音的对象，你伫遐来邀请伊，甚至开始咱即马需要是啥？开始将你伫遐一直你有负担的即个兄弟的迄个名，你来将即个名来甲咱的宣教部，咱这宣教部部长是正公长老。你把迄个名单跟他讲，我们每个礼拜2的祷告会，我们开始为这些人祷告。咱求主亲自来软化因的心，互因的心开始得到软化，因欢喜来接受咱的邀请，去到4月16号去遐来听这个福音的见证的音乐晚会。搁4月17，搁继续邀请伊来到咱教会。咱安尼伫迄个中间开始，甲咱着这福音的朋友伫遐来建立关系。上帝伊自然将迄个得救的人影来充满伫咱的教会。当咱伫咧毋知影要安怎做的时阵，人已经先替咱做好伫咧中间。咱需要是要安怎来好好来讲接住那个球，并且把那个球接好通好伫咧咱的教会内面好好来做好即个培养的工作。所以
互咱会通安尼真正为着主来，互做这原本失丧的这灵魂，会通搁一届来转来到伫上帝的国度的内面。所以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着马街150周年，咱会通重新来思考，伊怎样为着基督缘故，伊伫遐不断伫遐拼命，伫遐来宣教。当咱伫咱的生命内面，咱安尼已经坐伫咧教会久，请问咱有邀请到任何一个人来进入伫教会无？有人因为你，伊的生命得到改变；有人因为你，伊的生命来得到安尼上帝祝福无？若无，今仔日安尼是一个上好的机会，互咱会通搁一届来，互咱毋是干那，互咱家己本身，互咱的教会也得到祝福，互咱所伫意的咱的即个福音的朋友，因的性命也得到上帝的恩典赐福满满。咱同心来祈祷。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感谢你。主，你伫150年前，你怎样差派马街来到伫阮台湾，也互阮透过着阮所领受的，对伊安尼，迄款的改变。所以，阮台湾不管是伫咧医疗、伫咧教育，以及所有遮个迄个百姓的生活的品质，拢得到改变。当主，即个赛跑的棒，交到伫阮的手，阮要怎样来走？求主帮助阮，互阮会通好好啊来去思考，好好啊来去搁一届来亲想，也求主即时也安尼将迄款的感动放伫阮的心内。主啊，你开始为阮备办一个阮所熟悉的朋友。主啊，你开始互阮对即个朋友有负担，也互阮伫咧面对阮的即个朋友的时阵，伊所拄着难题，阮若确实阮袂晓回答，主你圣神亲自引带帮助，互阮会晓你去敲找即个答案，来去帮助着阮所关心伫意的即个兄弟姊妹，互因的生命开始去接触着主你的救恩，主你的福音，也愿你亲自不断来帮助阮，也激励阮，互阮真正有迄款的宣教的负担，来互侪人的生命被安尼得到改变。迄个改变是要互伊得到对主你来的迄个祝福恩典满满。这才是阮领受迄个阿伯拉罕的祝福，因为阿伯拉罕的祝福就是万人要因为阮来得到福气。愿你的心不断来安尼光照阮、启示阮、帮助阮、引带阮，行伫咧主你所欢喜的道路顶面，祈祷拢上个做出佢的圣名，阿免。这时，咱来吟回应诗，圣诗325首，圣诗325首。咱人家己上细问，请来起立吟全首。
谢。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李恩清执事甲陈文兰执事来书献。请起立。主必听从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收拾阮一切教业的恩典。当阮用欢喜感恩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奉献，求你献发感染阮的奉献。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这时，咱来读本周的经句。咱用现代台语和日本的部分，咱同齐来读，请。上帝为当用伊伫咱中间底运行的大能力，大大超过咱所求所想的，来成就一切。那只有20节。好，所来咱来迎新报告，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迄个。哦。咱的礼拜刷，咱有要邀请到张宗卓建筑师来甲咱分享迄个咱伫咧建堂的时阵，咱所需要知影的一寡代志吼。咱感谢张宗卓建筑师来到伫咱中间。欢迎。还佫有无？以为是能够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吗？哦，是，哦。欢迎，请坐。所以咱请来看报告事项，请咱掀开咱周报的第5页。报告事项第1点，本主日要举行2021年定期会员好会，结束了后，咱要邀请张宗卓建筑师
来甲咱转讲建堂必须知影的一寡代志。那么请咱兄弟老婆来听。全地了要召开中执会甲小会，嘛请准备心来参加。第二点，3月初5，伫即礼拜六早10点，伫咱教会要举行陈冠廷弟兄甲廖丽云姐妹结婚的感恩礼拜，欢迎咱兄弟来同齐来祝福即对的新人。第3点，3月初6下主日早时，伫台北市和平篮球馆要举办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的联合礼拜，迄天请咱有参加的兄弟伫7点半爱来教会集合，毋好迟到。第4点，3月初6下主日早时9点半，伫咱本会嘛是有共款有安排礼拜，由庄芳美长老来主理，陈慧丽长老来梳理，张淑芬长老来司琴。迄天的主日由咱照常来举办。第5点，请咱各单位来开始准备下一季的聚会内容，请伫3月13以前来到办公室。第6点，3月26下晡，伫咱的教会要举行魏庄训甲林祖伟姐妹的结婚感恩礼拜嘛，欢迎咱兄弟来参加，来祝福即对新人。接来，咱来看具体消息的部分。第1点，3月初2，台湾女子神学院伫每礼拜拜3早时9点到12点，伫咱教会有开课嘛，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来参加。第2点，3月初5，南洋区妇女联谊会有聚会，伫罗东教会，因的主题是世界公道日礼拜，讲员是请王荣信牧师。第3点，3月初7，伫双连教会7星中会有举办同工训练，咱的李牧师要前往参加。第4点，3月初9下晡7点半，伫台北市的中山堂中正厅有马街来台宣教150周年的音乐会，欢迎有兴趣的兄弟来去甲办公室登记来投票。第5点，3月10，伫济南教会，咱的北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要举办通常年会，咱的林牧师甲第2长老房林辉要代表咱教会来参加。第6点，3月29到30日，7星中会的双年部要举办灵修2日游。若有兴趣的兄弟，请双年团契的副会长李淑慧老师来报名。所来代祷事项，请看咱本会每周的代祷函，并附上代祷代价。注意事项，请咱兄弟家己过目。顶礼拜聚会出席奉献的报告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所来会计部分嘛，请咱兄弟家己过目。若毋对，请向干事来提出更正。即个部分，会计部分，教会财务部有2件代志要来补充，就是讲咱兄弟若有指定讲要互奉献互个人，咱教会即边是会使替大家服务来代转。毋过因为毋是奉献互教会，请咱千万毋通汇款入去咱教会口座。第2点就是讲，咱兄弟本周后奉献，请会记注意看咱后礼拜的周报，敢有甲你登记毋对，若毋对，麻烦一定爱甲干事提出更正。避免讲伫年度才来发现的时阵，安尼会计都要差几年度的效。即方面爱请咱兄弟来斗相共一下。下礼拜服侍轮一个同工嘛，请咱备办心来教会参加。牧师有补充？只是请咱来按同心压头来祈祷。亲爱的主，阮要通敲找你的时阵来敲找你。甲你三千斤的时来求你，求你为着阮做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忠心佮正直的灵。你的奇妙作为，你的能力，伫人的软弱顶面显出完全。所以，阮要将阮现在经历患难甲困苦的兄弟，仰望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照你的旨意，叫阮会当用你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遐个受艰难困苦的人。主啊，有愿去验疫情，甲当已经超过2年久。虽然大部分的国家人民拢有放射，也毋过疫情可无减少。每工拢有真侪人染病，甚至失去性命。伫世界各所在嘛有真侪人因为天灾，也是违反暴政，
冲突、战争等的人祸，每一天拢伫惊吓甲不安的环境中生活。主啊，求你怜悯纪念所有受苦的人。我嘛要特别为俄罗斯甲乌克兰的战争来祈祷，求主赐予双方的领导者有对你来的智慧，用和平的方式来处理彼此的关系。主啊，你捌讲过，我将平安留予恁，我将我的平安留予恁。我祝福恁的，甲即世间底互人的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求主怜悯，互战争会当早日结束，互因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主耶稣，感谢你听教会，为着教会牺牲家己。也毋过，伫这个需要光的黑暗世代，主你所听的教会，犹原伫软弱中。主耶稣，恳求你用你的道清气阮的心，直到你的教会会当活出你的真理。求你用你的恩典保护，互你的教会通赢过患难甲攻击。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是上大的医生。虽然阮无法度避免生老病死的领导，也毋过阮确信这一切拢是你在掌权。就敢若像你捌道成肉体降世做人，你明白人的肉体的软弱甲限制。主啊，恳求你亲自为每一个伫受病痛当中的兄弟来医治，因为因仰望你，得到完全的医治。感谢恁听我的祈祷，原知无论阮有讲出嘴，也是还未讲的，你拢了解。感谢主，阮也阁一摆将阮教会的众兄弟交托仰望伫你的面前，求你来使用阮诚侪平安的祝福。阮安尼感谢祈祷，是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所以，咱要来召开定期和会，咱请曾碧光长老。这时咱要来举行2021年度的这个会员定期会员好会。若确实无有这个手册，会通去后壁来摕吼。咱这时来请迄个碧光长老来点出席人数。各位兄弟吼，我即马来点名吼，点名台先我先补充报告吼，就是王天士甲朱邦豪弟兄吼，即个名伫顶悬歹势作业关系吼，热烈吼，所以我先更正吼，所以我若要先点名会做一个点着吼。咱若有伫遮的兄弟吼，麻烦你打个药啦吼，因为我遮有当时角度吼，无一定看到吼。甲大家报告吼，咱医院伫礼拜停事当中吼，请咱大家人数要有够才当先会吼。刘佩瑜，能够请他过来吗？何丽玉，好，谢谢。王颖秀，王振宇，甘宪民，甘宪民，甘宪民，朱林夏妹，朱志伟，江树民，江树民。甘宪民有啊。甘宪民在副堂，好，江树民，江树民，何明珠，何明珠，何明珠，没有哈，没有来。潘国斌，潘国斌，潘国斌。吴明达，有，好，王娟慧，吴奇玉，吴承恩，吴承恩，
罗仁廷，在路上。好，吴承安，阮玲雅，吴秀娥，庄芳梅。好，OK， 有写。庄芳梅，有。好，吴美娥，吴美娥，哎呦，好，谢谢。周杰宇，吴延卫，吕朝金，吕李桂花，李瑞雄，武树锦，李恩新，李恩新，李恩新，好，谢谢。冯燕云，李恩怡，好，谢谢。李恩清，李明芳，潘家军，办公室好。李淑慧，蔡美金，蔡美金，李三妙，洪鹤龄，李正传，林兆子，林春雅，何恒毅，何子毅，林伯奇，林淑娟，林淑静，林美玉，林爱玲，林家珍，哦，不好，谢谢，拜谢哈。林家军，哦，去上班，好。林哲熙，林耀新，有。黄碧珍，林永雪，邱白恩，徐银莲，张淑芬，张步慈，江玉婷，庄宏顺，赖碧爱，庄胜伟，哦，没有在这边的都不算。还有刘居里，郭朝清，陈文南，陈清慧，陈慧丽，
陈世炼，陈世炼，陈世炼，陈立淑，陈立淑，陈林珠，陆仁杰，陆仁杰，林立文，林立文，陆新佑，陆新佑，庄金菊，庄金菊，郑美珍，曾正公，廖淑娟，曾新平，曾正论，张玉晶，曾碧光佑，李琼娥，曾子祥，曾子祥，曾建民，陈青青，游锡章，王丽华，游丽慧，冯玲慧，温慧芝，黄珠，邓依云，刘家明，刘家明，郑松之，郑松之，薛清，薛文哲，方美珍，简秀梅，简明德，简明德，魏庄训，魏庄训，谢碧如，王天士，朱邦豪，朱邦豪，好，因出席哈，我们集在人在136，不可抗力有16位。来，那个有没有有迄个你来他无报到无？无点到有啊？无点到。那个高崇贤他才刚洗礼，没有在这个名单里面。高崇贤。丽云。丽云，你刚刚没有喊到啊？不好意思，是我漏掉了，因为你的名字写在妈妈旁边。哦，不好意思，丽云，廖丽云。好，有没有人没有点到名字的？请假没有用。哎，那个有没有？那个、除非特殊出席没有念到你的名字的，啊，好，正宫长老到了哈，好。后因出席120名啊，晨会人数61人，咱即摆有66个，66个人，66。好，安尼来，咱鼓掌哈，我们有晨会啊，这是咱当心来祈祷。
稳定的主，阮感谢你保守南阳教会到安尼，阮伫即个时阵也要透过会员和会来诉算上帝对阮的恩典，也愿你的施恩到阮生活之地，互即个会诚做主你芳芳的祭，请到伫主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欢喜感纳，祈祷靠主所基督圣名，阿门。好，这时咱来先来确定议事录。各位兄弟，我来念这个，咱顶一届的和会是第3摆吼，顶年的第3摆的会员和会，就是11月14吼，迄届这个和会，咱迄届的和会仪式的部分，第一点是咱确定出席的名单甲人员吼，这个部分顶届是先会人数57名啦吼，咱这里有照这个来接纳伫小会开好会进前吼，小会有决定，然后仪式的部分，伫好会部分就是咱选这个下一任的执事补选吼。迄届的补选，咱经过3届的选举，选出执事李恩清、曾子祥吼2个人，这是咱顶届和会的部分吼。我想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好，来李长老。好，OK，我来补充。从迄个咱的临时和会吼，定期和会吼，一定伫小会议事了，爱有一个议事的记录，请迄议事记录可以。好，谢谢吼。安尼啦，咱大家互相伫主内互相体贴，好无吼？迄个即届临时要用白付啦吼，后届再讨论看会当安怎改进较好。我则先讲吼，我甲牧师讲，我来报告详细，但是报告详细，大家有耐心哦，吼，我先讲吼。大家可能吼，想卖走啦，因为难免阁有爱选这个简账委员啦吼。第一届选举，我顶届和会吼，发票76张，收票76张，得票数。王振宇2票，吴承恩1票，吴美娥1票，吴孟哲1票，李恩仪16票，李恩清24票，李明芳2票，吴颖珍20票，林春雅3票，林立敏1票，林家军4票，赖碧爱6票，庄胜勋15票，庄胜伟2票，刘基礼3票，郭朝清3票，陈金宇4票，陈世炼1票，陆仁杰6票，陆新佑3票，张玉金4票，曾子祥17票，陈清清2票，刘家明3票，邓依云1票，简明德1票。第一次选举结果。没有人超过38票，所以进入第二次选举。第二次选举发票75张，收票75张，得票数如下：李恩仪18票，李恩清43票，吴颖珍30票，林春雅4票，庄胜勋12票，刘居礼1票，陈金宇1票，陈世炼2票，陆新佑1票，张玉金1票，曾子祥32票，陈清清1票，刘家明2票。第二次选举结果选出执事李恩清等1票等1位，不好意思，等1位啊，因为李恩清43票哈。第三次选举发票75张，收票75张，得票数如下：吴颖珍34票，曾子祥38票，所以曾子祥超过38票，所以第三次的选举结果选出曾子祥等1位，所以议决的结果，经3次选举选出执事李恩清、曾子祥等2人。以上。李长老有来。在咱的议会中间吼，咱若要确定议事录，总会一定有互咱一本议事录。我拄拄仔伫要求讲咱
看会当将桃园还看。因为阮老实讲，这个确定艺术力哪亲像，阮若无看到迄个文字，敢若像你还一张空头支票叫阮签字，因为确定艺术力，阮就是甲恁接纳，所以这个是咱来知影讲，迄个。咱照规矩来正式的物件，要确定艺术力，一定爱有文字还看。阮才知影讲，做内底有遮济，老实讲，要有一个真像我头拄仔咧报告，敢若投票的结果，但是你议会中间、议会中间有一寡问题的处理。你无记在啲艺术力内底，这个毋是讲一个完整的艺术力，一个议会的进行，你要有人提议，有人改议，还是甚物款，迄个程序爱有正式的记录，但是我要讲，就是讲，咱慢慢啊学习一个真完整的艺术，所以这个艺术力的确定的程序，我今日无要求讲一定要完全，但是这个是我伫遮爱讲，要互咱教会会当搁较进入一个一个完美的议会，所以我这是伫遮爱讲，所以。每一遍的艺术中间有人的提议，就讲第一次的选举的时，有人有意愿的表达，你也接受，但是咱伫艺术力内底无记录，毋免讲完整的迄个伊的话语拢写出来，但是迄个程序，这个作为必须要记录伫咱的艺术力内底。所以这是我伫遮爱互咱清楚咱互咱教会会当更较完全多谢李长个真好的建议啦吼，因为咱过去以早咱也看咱的会员合会吼，迄个会员合会手册内面吼，过去即个艺术力顶面吼，拢毋捌刊登过，所以咱是沿用啦吼，咱若讲真正有需要吼。咱就以后来看，这也无啥物迄落啥物大不了的代志吼，拢是会使互人看的代志吼。好，来，迄落陈恩，好，哥，来，迄落，各位会友哈，来李长老伊参加咱总会7星中会，拢有这艺术记录迄。国教会的长老来的时，这是真好啦吼。但是我来南洋教会28年，咱的教会内底，李长老做第二长老的时，都无安尼要求，都无安尼要求所以咱这小会恁议会做好，有迄记录就好啦。伫教会内底。毋免搁安尼放我建议是安尼啦，就甲过去共款，李长老做28年的第二长老，都过去都拢安尼你即摆这个要求是总会甲这个中会因的标准啦，咱小会都毋捌安尼咧，我希望就是讲咱传统就来安尼，恁记录就好啦，安尼好会才袂开真久啦。无恁因咧开规早起的规下昼的。谢谢。多谢。特别是咱今仔日的好的手册啦，咱有看见伫第2页、第3页，是将咱会员互会的法规，互咱足清楚，知
知影讲咱爱办事的项目。以前咱即个法规，咱毋捌放伫咱的好好手册内底。头拄啊，秀华你讲，我咧做第二长老时，27届，你若看遐个时阵的咱的好好手册，没有将咱的行政法管理会员好好的条例写伫即个度来，所以咱有当时咱是讲要省事，咱用迄个惯例来处理一寡代志，但是今仔日我毋知咱牧师的意向，要将这个法规，互咱大家拢清楚，等若要互咱拢清楚时，咱若无要依照法规来进行咱的仪式，老实讲，摕这个物啊出来，互咱看，迄是颠倒家己自找麻烦，所以你只我是真欢喜，咱有做改变，互咱所有的会友拢知影咱长老教会体制制度是啥物，这个是很好的，但是咱若有这款的意愿的时，咱就爱真正有迄个决心，要照安尼来行。所以你只咱看讲，咱好会的办理的事项第20条，咱今仔日敢有照安尼要来进行？所以这些咱来说明好清楚者，咱若要大家若讲都拢像讲做咱10条界，还是讲以前迄个犹太人因的迄个法利赛人，因真要求人爱接受律法，总是家己无要接受律法。所以咱若讲真正要摕法出来，咱真正爱会晓有觉悟，讲咱要执法。这是我伫遮所爱讲的。来，吴老师。不懂李瑞雄他在讲些什么，因为我知道他要说明的，秀和讲的以前咱拢无，所以我那天有听他讲，就是咱即马这3年到今年第3年，